个高中升高中的会考5月20就要来考试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讲，为着要协助囡仔顺利来考试，台中市将要恢复疫情进前的做法。这停驶3年的教育会考的专车要重新来恢复。高中教育会考是高中生的人生头一场重大的考试，为着好这学生免烦恼交通的问题，加减少考场附近交通拍架的压力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宣布讲，停驶3年的教育会考专车恢复服务。那为了协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应试，所以台中市政府呢将会恢复 COVID-19 疫情之前的一个做法。什么做法呢？就是提供教育会考专车的服务。台中市的考生差不多26000多人，分配伫26个考场，依照英国记录申请专车学校差不多40间，将会出动差不多500台专车，协助载2万名学生。罗秀燕强调讲，台中市6都唯一专门提供学生交通专车的都市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